市九合一大选市长、市议员候选人留口决定号码的日子，台北市三家都蒋万安留到6号，黄珊珊留到8号，陈时中留到12号。今年嘛是台北市长候选人参选的人上济一届，总共有12人。这今年一天，无同一个庙的县长候选人张东锦拜访台北市长郭文天，和外界指讲，敢是要5加8要合作。对于这个代志，黄珊珊表示讲，这只是市政的交流。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带规定的市议员候选人来到北市选委会准备抽签，大声喊口号，真有气势。配合民进党候选人陈时中嘛到现场，虽然黄珊珊是伫咧9点开始抽号码时嘛到位啊，陈时中、黄珊珊两个人见面有淡食头，和蒋万安是完全无交流。陈时中12号。 陈时中抽到12号，黄珊珊抽到8号，蒋万安是抽到6号。66大顺，代把朱恩；66大顺，代把朱恩。台北，台北，台北12区全挺陈时中。3位候选人拢来发出家己号码的口号，不过就伫咧蒋万安准备受访问时，出现意外插曲。 在那边假冒讲价，不要脸！前一天，台北市长郭文泰和无党籍的苗栗县长候选人张东锦徛台，向外界支持欧北合作。对这件代志，黄珊珊来回应：就是一个市政的交流，是20几位议员到台北市来，我在台北市议会、台北市政府有客人来，当然是要善尽地主之谊。 今年台北市长选战有112位候选人小争大位，嘛是历史上最。选战到上尾1个月时间，候选人面前甲民众盘烂，就是希望伫咧投票日迄天抢到头旗。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